台湾宋祖在党外时期参加民主运动的人，个个系受到建中团体负监控的反政府的人。佢当时党外插枝嘅辨识，每个个都有建中团亲自人员听住我。邱万兴系当年过少数咁加入党外插枝做民主辨识嘅人。喺几年前后，邱万兴记录嘅民进党成立嘅经过，还有民进党创党嘅党证，咪系20世纪嘅。有辨识民进党中央党部机关报民进报，人讲伊系民进党第一民变。今仔国内有关民主化过程嘅车站，每个道路系邱万兴来负责。伊系推办民主影像记录者，咪系民主运动幕后最重要嘅人。像这个就是我们把当时一个宣传车，就你客家乡亲的上街的宣传车哦，把它复原一个它其实这些就。上了啲海报纸哦，將用手工寫。行業台灣客家文化館嘅客家書局台灣體展，對189年嘅衛戰爭到1947年2月8事件、1977年嘅中立事件、1988年嘅萬我模擬太遊行，對前幾年嘅頭髮學院，策展人邱萬興先生將幾廿年來行人參加歷史發展嘅過程，詳細記錄下來。從乙未戰爭以來哈。客家人就第一個是反抗的，戰死最多的就是客家人。我們就從這個時代一直轉變過來，就到日據時代的來自恐怖228事變哈，到後來的桃園機場事件，到近期的像太陽花學運哈，都是很多的客家的子弟、客家鄉親的參與。到幾年前後，喺台灣有幾路運動嘅投入高峰期，對民主運動、農民運動到勞工運動一道，邱萬興做得講都要參加。佢參加反對運動30多年，印象深刻就係萬我模擬運動。跟着很多客家像林光發啦哈，還有張富忠了對哈，還有現在的那個客委副座那楊長正哈，我就跟着他們這樣隊伍就去做記錄。嗰些你協調客家反農會哦，其實那時候你客家會哈，被國民黨打壓得很嚴重，就說天主推沒有客家話可以講。1960年出生邱萬興係台灣觀音人，家爸同家公兩代人喺觀音路街巷大鐵箱，佢自細做校藝術，後生時節就參加各樣式嘅黨外運動。本人講係民進黨嘅頭一類民主辨識。邱萬興他是從黨外到民進黨第一線的參與者，那曾經被形容成為民進黨第一個美編，那包括建黨的記錄都是由他來留下資料。他是復興工商美工科畢業，他也做雕塑，也繪畫。那其他的真正的才華是在攝影，好，那不過他留下的資料真的是蠻多的。那個學校是讓我覺得煥然一新的一個學校，就躲開客家還得好畫油畫，也畫水彩哈，啊，做做平面設計哈。特別挨嘛當小個，你同人家數下擺。骑摩托路呢，以為我要畫電影看板，畫電影。後來他不曉得我原來讀美工科可以做這麼多事情。邱萬興下後每畫天影看板，每目標提佢一定可以畫圖，一種油畫畫嘅係觀音老屋嘅蓮花，同家油畫作品地度，無論畫牛也畫魚，單單同家鄉嘅生活經驗有關係。因為過中些當係畫油畫哈，水彩啊，現在就專長比較畫油畫。油畫畫了圖時吼，像了蓮花，因為當年6、7年前來觀音的蓮花吼會有動靜，所以我當時就回去寫生，然後有時候就拍一些照片，去啲相片狀態吼發那觀音的蓮花。1977年台灣嚴重選舉，台灣就開始有嘅各路運動，因為民主運動做分裂，跟年代中立事件對其影響動態。1977年讀高中的時候啊，我就回去鄉下投票的時候呢，我回去鄉下啊，我哥哥他就帶我去顧票，就在甘前寺旁邊就有一個投票所就可以看哥哥等他們就在幫許信良顧票，那個時候讓我印象深刻，說哇，原來選舉是這麼好玩的一件事哈啊，就那個年代其實整個那個許信良改變整個我們桃園觀音那些很多選舉的生態，就是說像我們觀音就是80%投給許信良。以清楚是參加黨外運動，佢黨外運動咧，嘅所有資料啦，按講協商啦，佢哋協商啦，個最多嘅演示資料啦，
除了个国民党的个铁夫，警备总部，可能是邱老师，给私隐收藏、给协商最多的资料。 1980年代，当到党外杂志出来嘅，邱万兴对复兴迷宫毕业嘅年，拄好读到美丽岛事件，先后落去希隆所嘅陈江杂志，主持约嘅关怀杂志做微编。1985年去康宁上创办嘅80年代，1986年佢停刊嘅最年轻复嘅党外公报，报道民进党做成立咧。嗰時很多紀念，咁去黨外雜誌做編輯咧，冇幾多3年。 去杂志社去做美编哦，几乎都会遭受到监总的跟监，你知道吗？跟监啊，所以像这些完稿，其实都在1个晚上之间就要完成，64，当年就是编64页。嗰樣時黨外雜誌加上出冇幾多期，係講本人發現做本建中查檢，故所希望想愛偷也編輯。林天光在個細行深夜上去值班場。投入党外杂志，其实就是你会看到很多民主前辈的受难的故事啊，就在那个年代，就是你会得到第一手的资讯。原来我们跟读书看的是不一样，就是国民党的教育下，原来是党外，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资讯出来。他这张椅子是我们费了很多的时间去找出一张郑南榕当时在他的总编辑室的一张椅子哈，一模一样。叶吉然特地来献花，我跟他介绍这张椅子的来源，就是说这张椅子就是当时郑南榕 做的椅子一模一样的，我把它找出来，他看到眼泪都快掉下来。邱万兴記錄記錄運動係對1986年民進黨同延山大飯店想成立政黨，嗰樣時還冇一樣嘅編制人嘢，佢本人同啲港澳大協商佢去現場協商，冇想到咁樣一協就協到一下。其實第一次拍照就其實就在從延山大飯店就是開始去做記錄，做記錄就是幫民進黨開始做街頭運動的拍照起點，就是在 延山大飯店對協批張相片都見，邱萬興累積幾20萬張珍貴相片，佢則希望台灣做得成立民主運動博物館，繼續做清建出來，讓後代人看影像，就對台灣很容易落到民主時代。邱大哥他前陣身體比較不好，後來康復了之後，他全台灣走了一圈，也到海外去這個走了一圈，那他覺得他應該把這些資料整理好，那我是期待他把他這個過去這個從黨外運動到美麗島事件到民進黨成立這個一系列的歷史的影像資料，能夠把它保存下來。我其實不是只有記錄，就是各個階層的抗爭像客家人的上街抗爭，我記錄蠻多其實我希望就將來之後能夠幫他們留下一個很珍貴的影像就是說。 如果我可以出書的話，就記錄很多客家鄉間的抗爭史。年產影像係將來歷史，邱萬興從來忙實聽歌，用假攝像機記錄記錄抗爭現場，喊同台灣民主運動歌唱出戰。韓國紀念年代，嗰樣時本人彈將叛逆分子邱萬興用影像記錄證明民主萬歲。